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3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银行的业绩。就在前不久3月26号，招商银行罕见大跌在沪市、在 H 股双双跌超5%，并且这个招商银行因为降薪而冲上热搜大家都知道在沪市这个银行股的地位的重要性，整个沪指可以说是银行股在撑着的。而在银行股里面，这个招商银行又很特别，因为这个招商银行俗称叫零售之王。招商银行有一个叫金葵花这个数据，我们也经常介绍，这个足见招商银行的重要性。凤凰网财经3月26号报道说，招商银行罕见大跌 ，A 股、H 股双双跌超5%。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分析认为招商银行营收下滑，分红提升不及预期，是股价杀跌的主因。3月25日晚间，招行交出一份增利不增收的成绩单，就是说它的营业收入没有增长但是它利润还增长了。这个大家自己细细品味这个多少给人感觉是杀鸡取卵，就是它的蛋糕没有大，但是他说它净利润增加了。这个利润从哪儿找出来的呢？2024年招行实现营业收入3375亿元，同比下降 0.5%。营业收入是下降 0.5%实现规模净利润1484亿元，同比增长 1.22%， 实现净利息收入2113亿元，同比下降 1.6%， 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262亿元，同比增长 1.4%。招商银行营收已经连续2年出现下滑，就是它的营业收入23、24都在下滑。中金公司表示招行2024年业绩符合预期，但受债市调整、贷款重定价等因素影响，预计招行营收仍有负增长的压力。在收入连续下滑的背景之下，招行仍实现净利润增长，主要原因还是降本它主要是节流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招行业务及管理费1076亿元，同比下降 3.73%， 其中员工费用681亿元，同比下降 3.2%， 那就是员工降薪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研注意到，2024年招行员工 11.72 万人，员工费用681亿元，人均薪酬58万元，已连续2年下降。今日招行人均薪酬降至60万元以内，还登上微博热搜。但是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记者凤凰网财经叫银行财研，他是拿不到招行的数据的，他只能通过财报看。以我的经验一般的上市公司财报披露的员工薪酬和我们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理解的都是我拿了多少钱，或者是公司给我开多少钱，对吧？银行给我开的工资就是1万2，加上奖金5000，那就是1万7，这是我认为的。实际上银行付出的薪酬是远远多于1万7的。换句话说就是招行员工的费用681亿，人均58万元，不代表招行的普通员工他的工资收入就是58万元，这是招行付出的成本。这成本里面有很多什么五险一金裁员费用等等不代表每个招行员工平均一年就有58万的收入，这个不是这意思。但是我们看比较此前2022年招行人均薪酬62.5万元，2023年招行人均薪酬60.4万元，那么2024年是58万元，这个降幅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招行至少反映招行员工收入这3年是普遍稳定在下降。大家还记得我3年前说的吧？银行的苦日子到了。以招行为例这3年一年比一年差，就是员工但是活可是一年比一年多压力一年比一年大收入一年比一年少另一方面，有市场人士认为招行分红提升水平不及市场预期，导致股价杀跌。2024年招行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普通股总股本252.2亿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约504亿元，含税2024年招行现金分红比例为 35.3%， 较2024年 35% 有所提升。那么有机构就认为招行开盘调整
市场可能期待招行分红率更高，但要想在其他银行都在拼命补资本的时候，招行坚持内生资本增长，稳步提高分红，已经非常良心。等这一波其他银行资本补充完，招行股息率会再次占优，而且今年大概率还中期分红。这是说招行员工降薪。我们再看这个招行年报中所能读出来的信息，第一个就是穷人越穷，不良贷款率在上升。截至2024年末，招行的不良贷款余额651亿元，和上年相比，不良贷款余额增加了40亿，不良贷款率 0.95%， 与上年末持平。除了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和23年保持一致之外，其余的小微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都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不良率占大头的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比 21%， 不良率上升 0.11个百分点，比上一年多了17亿元。你看从招行的这个按揭贷款不良率还在上升，实际上就说明房地产现在什么形势。整个2024年尤其9月份以后不是市场止跌回稳吗？回暖。但事实上招行的按揭贷款不良率还上升了。实际上招行的不良率在业内算好的，更多中小银行的不良率那是不忍直视实际上简单点说就是截至到2024年末，断供弃贷这个现象依然没有停止。所以大家想象一下，为什么前几天突然这个消费贷要调整，对吧？30万给你50万，50万给你100万，5年的给你改到7年，利息给你调到 2.5%。但现在一看，对吧？这个行业又过头了，大量的人拿消费贷倒去还这个按揭贷款，所以你看3%以下的消费贷现在又开始收紧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都是凸显了这个房奴贷款买房还要还按揭的这些人现在日子不好过，压力大。那么招行除了个人的房贷这不良率上升之外，另一个让不良率飙升的就是房地产行业，也就是房地产公司的贷款。房地产公司的不良率为 4.96%， 就是将近 5%。 从招商银行这个不良贷款的地域分布看不良贷款率最高的是东北地区。我们再看这个金葵花用户根据招行的数字可以看到富人的数量居然还在增加。招行的私人银行在国内银行中做的比较出色，每年招行发财报，大家都会关注招行的金葵花用户数量变化。金葵花指的是存款50万的群体，一般来说这个群体都是有房一族，50万存款也算是入门级别的中产群体。2024年招行的金葵花用户为523.57万户，比23年增加了 12.8%。金葵花用户的总资产余额达到了12万亿，户均资产达到234万。但讽刺的是，招行的普通用户有 2.1亿户，而存款总额仅有 3.83万亿，换算过来，户均存款 1.87万。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这叫穷人越穷。招行人均存款只有 1.87万，就不到2万块，但是它的金葵花用户比23年增加了 13%。所以从这个数看这个财富不是28定律，不是28分化，而是2%和98%的关系，也就是2%的人拥有98%的财富，剩下98%拥有2%的财富。这个我一直说北上广深、杭州、成都豪宅都秒光，日光盘。现在那个核心地块，各个开发商在那儿抢炒地皮，实际上这个现象就说明了富人还是有的，富人的数量还在增加。我们再看看这个招行私人银行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私人银行客户数达到了169100户，较上年末增长 13.6%。私人银行客户指的是存款在1000万以上，50万以上叫金葵花用户，你存款在1000万以上才是私人银行客户。所以2024年一年时间存款1000万以上的富豪增加了2万户。大家要知道，这仅仅是招行一家呀，其他银行恐怕也是大抵如此也就是这个增速还是挺可怕的，有钱人反而增加，穷人更穷。这个不能不说跟房地产也有关系，和普通的这个小康中产不一样这一轮房地产危机基本上把大量的伪中产一夜打回原形，有些小康也一夜返贫欠下大量的银行债务。但是富豪的群体它的资产多样化，它不光是房地产，而且它即便是房地产，它都是核心地段，所以相对来说更加抗跌一点。所以这一场房地产收缩
对这些富豪来说影响不大，顶多就掉了几根毛发的程度。这是招商银行啊，实际上这个广发银行，作为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银行啊，也是股份制银行啊，它的遭遇跟招行差不多，营收净利罕见双降，信用卡遭用户抛弃，广发银行泯然众人。根据这个天天财经啊报道说，曾经的股份制银行明星广发银行眼下正遭遇多重困境。根据前不久公布的2024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该行出现17年来首次营收净利润双降的情况，营收净利跌入双降泥潭。2024年全年，广发银行实现营业收入688亿元，同比下降 0.65%， 连续2年缩水，实现规模净利润150亿元，同比下降 5%。 广发银行在2020年以前曾经经历过一段高速发展期，但自从2021年以来，其业绩表现不太稳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交替下滑，直至2024年营收净利双降，688亿元的营收较2020年创出的805亿元营收已缩水 15%， 这个缩水还缩得不小啊。经研究，广发银行2022年和2023年净息差分别是 1.87% 和 1.65%， 而2024年净息差仅为 1.53%， 创下近几年历史新低。这一数字低于2024年股份制银行净息差 1.62% 的平均值。大家也知道啊，净息差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广发银行在这方面表现稍微欠佳。此外，该行资产利润率从2023年的 0.46% 降至2024年的 0.42%， 远低于2024年4季度末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约 0.63%。 除了盈利能力弱化广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长面临压力。截至2024年末，广发银行总资产是 3.64 万亿，总负债 3.53 万亿，所有者权益2982亿，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3.86%、3.55% 和 7.87%。 总负债规模增长放缓和存款规模增长放缓不无关系。受居民存款定期化影响，广发银行近几年个人定期存款规模大幅增长。就是个人定期存款规模大幅增长，这什么意思这种现象不光是广发银行，就是老百姓一有机会就存钱，不花钱，把钱往银行存。这个也显现就是你上面你怎么放水，不管你以什么形式、什么手段、什么渠道放水，最后有点水流到老百姓手上，老百姓反手也给他存银行去了，他并没有去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实际上这个就导致通缩你看看这个广发银行也是个人定期存款规模大幅增长，但是占比超过2/3的企业定期存款2年连续下降，也就是企业的现状并不好，企业的现金流并不那么充裕，所以它的定期存款下降截至2024年6月末，广发银行存款余额为 2.05 万亿元，相较2023年末下降 4.17个百分点。总之就是个人的定期存款在大规模增长，但是企业的定期存款在大规模下降。这个广发银行的信用卡业务说王牌信用卡业务增长势头停滞。信用卡业务是广发银行的金字招牌，曾是其盈利增长的强大支柱。截至2023年末，信用卡透支余额占个人贷款 48%， 贡献了近一半的个贷规模。进入2024年，该行信用卡发卡量停止增长。截至2024年末，信用卡持卡客户数量为 1.18 亿，与2023年末持平，少于2022年末持卡客户数 1.09 亿。这标志着广发银行信用卡业务首次陷入用户增长停滞。需要注意的是，信用卡业务止步不前并非广发银行独有，只不过相较于其他竞争对手，该行的信用卡业务颓势更明显。2024年业绩预告并未透露更详细的信用卡数据业务。以历史数据为例2021年到2022年，其信用卡透支余额分别为4523亿元、4397亿元。2023年该数据为4249亿元，同比2022年末下降 3.4%， 相较于2021年末下降 6%， 显示了过度依赖传统业务的弊端，也就是信用卡业务萎缩。信用卡萎缩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老百姓不愿意花钱，就大家不花钱，你信用卡花的就少更不愿意透支消费。说如此同时，涉及信用卡业务其他经营指标也缩水明显。
据2023年年报，信用卡业务交易额较2022年缩水11%，信用卡额度使用率从2019年的42%逐年递减，降至2023年33%。在消费者使用层面，近年来广发银行频被用户投诉信用卡乱扣年费，宽限期内还款也扣滞纳金和利息，又因权益严重缩水被用户称为废卡，更因营销翻车等合规问题多次被监管处罚。信用卡不良率上升也显示出广发银行信用卡业务面临挑战。2021年到2023年，该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为 1.54%、1.58%、1.59%。信用卡不良率上升意味着持卡人还款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加大。信用卡业务不良资产率已经连续3年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该行的资产质量压力。从广发银行信用卡数据这个可以反映出为什么咱们每年的消费对吧？无论是政府怎么刺激，这消费是不仅是没有提振，反而还在继续萎靡。尤其这个春节以后咱们这个消费是断崖式下跌你从银行的这个信用卡数字就能反映这一点。实际上你看，通过招行，对吧？招行它是零售之王，广发银行它是这个信用卡的明星银行。从这2个银行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咱们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消费是大家就是玩命的存钱，你别指望大家消费，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穷人只好拼命存钱，就这么拼命存钱，银行的钱大部分还是富人的，98%的钱是2%的人的，2%的财富属于那98%。第二个可以看出银行的业绩，我觉得银行已经把它的财技把它的这个会计准则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营收净利润还双双下降。那这2个银行很有代表性我想其他的国有大行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最近是不是净息差在下降？你看消费贷利率下降，银行的负债在增加，也就是老百姓玩命的存钱，但是又不贷款，是不是？第二个就是银行的这个经营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我一直说纸是包不住火的。恒大暴雷以后毕竟金融系统向房地产企业、向房地产行业输入了那么多贷款，那么多融资，那这么多巨无霸房企暴雷，对他们真的没有影响吗？纸是包不住火的，丑媳妇要见公婆，结果银行股还要粉饰自己的报表。确实这种现象你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为什么说银行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呢？你看今天有个新闻说，中行、建行、交行、邮储4大银行发布定增预案，引入财政部战略投资，总金额5000亿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公告，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战略投资。具体来看，中国银行公告，拟向财政部定增募资不超过1650亿元；建设银行公告，拟向财政部定募资不超过1050亿元；交通银行公告，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200亿元。发行对象为财政部、中国烟草和双维投资，其中财政部拟认购金额为1124亿元。邮储银行公告，拟向财政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船舶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1300亿，其中财政部拟认购1175亿元。从此4家银行发布的募资公告来看募集资金合计5200亿，用于补充核心1级资本，其中财政部拟认购的金额上限刚好5000亿元。什么中国烟草、中国移动、双维投资，这个都叫陪太子读书，是属于陪跑的，一共募集资金5200亿，财政部就出了5000亿，剩下200亿是中国烟草、中国移动。这说明什么情况？财政部给这些大银行输血，因为这些大银行恐怕也是岌岌可危，报表粉饰越来越难，很有可能放出去的贷款回不来，不良率嘛。这个银行业一个特点就是它钱是不停的在银行转动，对吧？就是一个储户把1万块钱存到银行，银行把你的1万块钱借给了别人，别的人呢，他这1万块钱最终他也回流到银行，要么是活期存款，因为他也很少有人把钱放在自己家里嘛，还是放在银行账户上，那还不是在银行吗？这是变成活期存款，然后这个人再把钱去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去干个什么事情消费，最终钱又回到银行。所以银行它吸收一笔存款1万块，它有个倍数，4倍一般的，这个钱不停的进出银行。那大家想象一下，你这1万块钱存到银行，银行把它贷给 A 用户，这个 A 用户把这1万块钱晃掉了，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就会造成银行这边它少1万块钱。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银行的是不是资本金就越来越少？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咱们银行还有存款准备金，就是我给银行1万块存在那儿，我这1万块银行只能拿9500块出来，还有那500块是存款准备金，也就是这个1万块钱啊，第一次进银行5%扣下存款准备金，第二次进银行再扣5%，就每进一次扣一次5%。你看，所以说他用来贷款的钱就在减少。那么现在财政部拿5000亿给这些银行做这个存款准备金，是吧？做这个资本金啊，按4倍算，那就相当于提供了2万亿的这个类似于贷款额度，这是什么概念？所以我认为啊，反映出银行的坏账率在上升，银行的钱出去了回不来，这个比较符合当前的这个客观环境，坏账率太高，所以财政部啊向这几大行注资。我在去年就说啊，2024年银行的业绩恐怕比较难看，但是现在来看啊，各大银行采取的还是粉饰报表，对吧？独自默默的咽下苦果啊。这个银行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的，也就是他找不到理由，就没有理由支撑银行的业绩还会变好。但是银行的报表恰恰显示他们现在很好，所以这个看你相信谁了。我是坚信啊，纸是包不住火的，丑媳妇要见公婆。你财政部输血，你能一直输下去吗？所以我们把这个发生在银行身上这些事情，你把它串起来看，大概其就明白了当前是什么一个环境，什么样一个形势，对吧？这个富人越来越多，富人占有的财产越来越多，财产向少数人集中，绝大部分人没有钱。第二个，消费是越来越弱，大家拼命的存钱，大家就是不消费，无论你怎么刺激，端供的人越来越多，连信用卡呀违约的人都在增加，就说明这些穷人的这个财务状况在恶化。财政部向几大国有行注资啊，也说明这银行的经营面、基本面在迅速的恶化。银行基本面恶化，不仅是这个息差在减小，最主要的是他放出去的贷款很多就没有了，也就是很多这个韭菜啊已经暴雷。所以说啊，这个经济形势啊依然啊非常严峻。在这个背景下，消费贷出台也就不足为奇。同样，3%以下的消费贷叫停也好理解，对吧？如果大家都去用这个2.5%的消费贷去还以前的这个3%几的按揭贷款和5%、6%的这种小微企业贷款，那就会进一步降低银行的这个息差。总之啊，短期内看不到什么好转迹象啊，更多的是反映出无计可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